80年代香港喜劇演員馮淬帆喺前日凌晨喺中國台灣去世，享年81歲。個消息由議員蔡淑君喺佢社交媒體發出。呢個消息傳出之後，瞬間引發兩岸影迷震驚。蔡淑君喺佢社交平台上撰寫長文，悲痛嘅懷念咗馮淬帆，表示喺聽到呢個噩耗嘅時候非常難受不捨。雖然不捨，但蔡淑君仍願馮淬帆喺另一個舞台上面繼續說故事，繼續拍人生。馮淬帆係著名導演楚原嘅大徒弟，佢係上世紀80、90年代港產片紅極一時嘅代表人物之一。馮淬帆曾經主演《五福星》《福星高照》《最佳損友》等等經典喜劇，深受唔少觀眾嘅喜愛。佢患有糖尿病、心臟病、貧血等等，反正人老咗就會咁樣。喺佢睇嚟，呢啲都冇所謂，佢仍然係積極樂觀嘅心態去面對。入行半個世紀嘅馮淬帆曾經拍過唔少作品，佢曾經效力3間電視台，任職演員、導演、監製及高層，後期轉投電影圈發展。談及佢過往嘅作品，馮淬帆話自己最喜愛嘅係佢當演員參演嘅《瘋子正傳》，以及佢執導嘅《愛的逃兵》。至於感情方面，馮淬帆曾經喺入行初期同汪明荃有過一段感情。據馮淬帆回憶，佢當年成日喺舞蹈室門外等對方，後嚟兩人分手。對於呢段感情，馮淬帆話幸彩冇一直走落去，以免妨礙汪明荃發展。對於馮淬帆，汪明荃對佢嘅評價好高。汪明荃話馮淬帆好聰明，亦都有才華。當年佢做話劇，又做播音員。汪明荃認為可能對馮淬帆嚟講，一直單身更自由。睇嚟汪明荃仲係好了解馮淬帆。馮淬帆一生未婚，亦都無兒無女。今年嘅香港娛樂圈屢屢傳嚟噩耗，僅僅唔到1週嘅時間，許紹雄、殷志強都相繼離世。今日再次傳嚟馮淬帆離世嘅消息，真係俾人悲痛不已。最後願馮淬帆一路走好。